京剧与秦腔的关二爷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想当年弟兄们去周氏三了，屯土山陈将会，无有张了，施下邳为保护，二为皇嫂，也三是相汉室。因为相好，好梦着他大爷兄，体育真好，上马金下马银，美酒红桃，官封我汉守候，铁路飞翔，大丈夫岂能够忘错了旧故交？今闻得大兄长投奔袁绍，话音奉进，践行在巴陵桥，过五关斩楼将，直奔黄河道。战青青